台南安平的渔光岛是最近正热门的这个观光地点，也毋过当地线定定收无信号，所以地方是来申请要设基地台。结果这基地台地点线离后园干那100公尺尔，是引发家长真大的反对。 来到台南安平的渔光岛，一大片的树林，互人看了心情好。不过，一在国小渔光分校对面的树林当中，所有一座10层楼高的基地台，离学校干那100公尺左右，拄好就去对着学生咧上课的教室，家长是真反对。已经超过10层楼，10层楼左右高度的那个基地台在这个位置，而且它正对你如果在学校，你看到它对过去，刚好对到我们的那个教室了，是直线距离。我们海岸线这么长。 你为什么就是要选择这样离我们学校这么近的位置？因为电磁波这个会不会对人体有影响，或是影响到哪里？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，所以我们会有疑虑小孩的身体健康。 家长是搁再强调，唔是要反对采基地台，唔过选的地点应该慎重。台南安平渔光岛这几年来变做观光景点，唔过因为信号歹，手机定定卡袂通，互居民观光是真无方便，佮影响救灾。在地讨论了后，才决定采基地台。无想到讲，今麦佮互家长来反对。你像我隔壁个发生火灾，你毋要靠偌久？你北地遐人钓你遐上，还佮走出来到外口打电话呢，都无方便啊！你生活都无方便啊！ 说真的，在海岸线这边根本没有讯号。如果我要通报的话，要到马路边才能通报。那第二点哈，就是我们里面哈很多长期跟我反映说哈，这个渔光岛的讯号真的很不方便，不单是民生用体改善了，而且生命财产也能兼顾到。 有家长要求基地台已经刷走，不过嘛有家长讲，采伫咧校门头前，和学校内底拢无差。国家通信团部贵阳会嘛按算测试开会协调，希望会当超出共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